和台中丰原一间私立的托育中心，去互家长指控讲有教保员虐待囡仔，但是有愈侪家长出来质疑讲，是安怎社会局无爱互家长看监视器的画面，敢讲是要来暗砍事实。也西屯这边嘛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，讲有囡仔去互霸凌，家长认为讲幼儿园无好好来处理，也幼儿园这边是解说讲流程拢有照规定，会配合教育局来调查。 教保员准备要甲囡仔换药珠啊，所直接甲囡仔的骹揪进前，造成囡仔徛袂在，倒向向后壳弄着涂骹。台中市丰原区一间私立托育中心，细陈的教保员去互家长指控哪像虐待囡仔。台中市社会局初步调查了后，目前知影有14个囡仔受害。不过有家长接到社会局的通知，想要看监视器的画面所看袂到，无法度接受。我本来以为没有，是我昨天才收到电话，对，拖很久了。 卢市长，你是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，而不是把这些事情一而三再而三的掩盖下来。一寡家长认为讲，毋但是个别教保员的行为无妥当，嘛牵涉主管机关制度失灵，和后续处理的态度消极，严重损害囡仔甲家长的基本权益。画面的部分，可能还要从后续这个调查完整之后，再来依程序来给家长这样子。 台中市社会局表示，相关受害囡仔的家长已经主动约访了解情形，嘛持续提供协助。也那台中西屯一间私立幼儿园，嘛传出囡仔哪像霸凌的事件。不过家长认为园方后续处理消极。毕竟小孩在学校出事情，学校应该通知家长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通知的这个动作，反而还质疑是不是原本小朋友就有问题。园方出面发冤枉，代志发生伫咧3月初3，隔顿天就随联络双方的家长。 迄当阵嘛，互家长看相关监视器的画面，当时有得到家长的谅解，无法度理解家长即阵阁出来指控。速度与家长进行沟通，并针对家长关切的事项安排面谈，说明行政协助跟提供建议的方案。园方表示，迄当阵监视器的画面无留落来，已经去互新的画面勘过，无法度提供予教育局。目前台中市教育局已经把案件依照规定送去审查小组审议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